大家好，我係 Kelvin。我喺2024 DSE 考試裏面攞到6科5星星嘅成績，而家係香港中文大學 MBCHB GPS 嘅 program 做緊 Year 1嘅學生。咁我之前喺拔萃男書院讀中學嘅，咁亦都係校內面唔同嘅 Science Olympiad Team 嘅主席啦。咁我之前喺2023年都代表過香港出席第34屆 International Biology Olympiad 嘅比賽，並且好開心攞到銅牌嘅。咁我今日都好開心同大家可以分享下我當時考 DSE 嘅時候嘅心得啦。咁我覺得學生應該好好學習點取捨啦，同埋分配自己嘅時間。因為大家喺 study leave 開始嘅時候咧，都會有自己冇咁有信心嘅科目啦，所以呢啲科目應該及時咁處理好，避免喺 study leave 完嘅時候咧，先發覺未溫晒，臨急抱佛腳咁就唔好啦，因為會令到自己嘅心態好慌張嘅。所以都建議學生好好分配自己嘅時間啦。咁喺語文科目方面啦，其實呢啲科都需要長時間浸淫嘅，好難喺最尾嘅關頭先至力挽狂瀾啦。尤其是喺寫作同閱讀方面嘅卷，所以我都會鼓勵同學喺 study leave 期間咧，都要提早認識自己呢啲方面嘅不足啦，並且培育好自己嘅寫作風格，避免喺考場上面咧先至腦一片空白咁樣。咁喺理科方面咧，我都會鼓勵同學一定要真係透徹咁理解自己所學嘅內容，唔可以淨係靠死記硬背嘅。點解咧？一來如果淨係靠背嘅話咧，條題目太難會 handle 唔到啦；同埋二來亦都會減慢自己溫習嘅效率嘅。所以一定要真係明白自己所學緊嘅嘢啦，同埋要培育一個全局觀，明白唔同 concept 之間嘅關聯性，先至可以好好咁溫習。我都會鼓勵同學平日遇到唔熟悉嘅課題嘅時候，一定要盡快清好 concept 啦，唔可以等考試嘅時間累積晒所有自己唔明嘅嘢先一次要解決。並且學完每一個 topic 之後咧，都要做好 by topic 嘅 past paper，因為其實去到 study leave 嘅時候咧，每日溫嘅時間都好長，其實我哋嘅專注力都會下降啦。所以同學唔可以妄想自己 study leave 嘅時候先至將所有嘅 concept 塞入腦，咁樣會令到自己嘅負擔非常之大嘅。喺 study leave 嘅期間，都會建議同學花大部分嘅時間攞嚟做 by year 嘅 past paper， 其餘剩翻落嚟少部分嘅時間先攞嚟做 by topic 嘅 past paper， 同埋清好自己未熟悉嘅 concept。建議同學喺 study leave 開始嘅時候，根據自己溫習嘅情況，制定好時間表，好好估算下自己需要完成幾多份 past paper 啦。總括嚟講，最緊要都係要睇清楚題目啦，因為我哋喺緊張嘅時候，好容易會犯好多個 careless mistakes， 所以都建議同學將條題目睇好2-3次，先至開始做條題目。尤其是喺作文嘅時候咧，一定要審好題，因為萬一審錯題嘅時候咧，損失會非常之慘重嘅。喺考場嘅時候，亦都要放鬆心情啦，保持翻平時發揮嘅水平。而呢一樣嘢亦都可以透過做多啲 past paper 去鍛鍊翻嚟嘅。喺 checking 嘅時候，如果有時間嘅話，亦都建議同學將條題目由頭到尾做一次，唔好淨係睇一次自己嘅答案就算，因為咁樣好容易俾自己錯嘅答案去誤導嘅。咁喺考英文科嘅時候，如果同學喺閱讀卷遇到自己唔係好熟悉嘅字眼，其實都係非常之正常嘅事，因為考評局都想 test 下你哋，如果唔係100% 明白篇文想講咩嘅時候，會點樣執生，點樣隨機應變嘅，所以都唔使太過慌張。亦都建議同學唔使過分斟酌每一隻字點解，可以從前文後理去推敲翻成篇文嘅意思，大致上明白篇文想講咩咁就得啦。如果條題目問某一隻字嘅意思，亦都可以依照前文後理估翻一隻字嘅意思出嚟，令到句子通順就得啦。我都好中意閱讀嘅，平時主要都係睇一啲有關 science 嘅書啦，有時都會睇下 fiction 咁嘅。但係隨住而家越嚟越忙，睇書嘅時間都會隨之減少，咁所以主要都係溫完習之後，想俾個人靜落嚟，先會睇幾頁書，慢慢累積落嚟，將本書睇完佢。